伫咧国家基建发展法第9条第2项规定，中央教育主管机关应该伫国民基本教育的各阶段，甲国家基建列作是部定的课程。教育部伫顶日确定讲，国中3年要甲母语课程改做是选修。原教明伫今仔日就开记者会，因也呼吁蔡政府就要照法律，甲原住民族的教育放入去正规教材内面。立委郑天才也批评教育部，讲即款的做法根本就是违法。 针对教育部订定本土语言，伫咧国小、国中1年、2年列做必修，国3改做选修。伫咧高中是爱伫咧3年内完成6学分，拍算伫咧111学年实施。原教明伫咧13条开记者会表示遗憾，各向总统蔡英文发声，爱真正落实对保护原住民族语言的约束。我必须要在这里强烈的呼吁，我们的蔡英文政府，既然 你已经宣誓，还给原住民我们的这个语言，你就应该在每个阶段、每一个年级的时候，就应该要给我们充足的授课的权利。原住民族语言是国家语言，客家语言是国家语言，闽南语是国家语言，所以都是固定课程。教育部在这样的一个做法，根本就是违反 国家语言发展法第9条。其实，原住民族教育法自本就针对所有原住民学生提供聘请族语老师和开课的保障。不过，原教明表示，唔那落实的状况无理想，因也批评政府的原住民师资培育条文根本是空壳条文。政府不要给一个空壳的条文，明明有学生有需求，但是因为编制不能弹性的挪用， 而造成师资无法进入现场。给空白的课纲都还是要变换，应该是可能性足低，无可能。所以咱就希望讲后一摆个修课纲迄阵，咱较个定提出来去讨论这个问题，看咱国中三档拢修无安尼。本土语言的保存无分族群大细汉，原教明表示，未来会结合客语和闽南语等等的本土语文团体，倡议母语政策。望立法院新会期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法进行修法，也订定原住民族的学校法，保护文化的底底。记者民警刘思台北报道。